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市府这个都种100边的引水源。都要地标较紧，都要做较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介绍是800种，包括疫情、医疗，或者是各种民生的议题拢有。中嘉宽频3馆农上主青，结合生态病院真拢活动中心，举办媒体识读的活动，教导长辈安怎分辨消息是真的也是假，并且佮透过网络的小短片、甲耍游戏。互长辈更加容易了解什么是媒体识读。在现代生活中，假消息五花八门。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与成大医院合作，举办媒体识读的课程，由讲师许曼珍教导社区长辈媒体识读的基本概念，并透过一件一件的案例，带大家如何辨识假消息。跟着疫情渐渐的解封，渐渐的缓和，大家对于假消息这个部分的传播呢，现在反而走向了由疾病、由疫情，转而走向了跟切身比较有相关的，譬如说停电、停水，
6000元的补助，所以这个议题我们认为，其实在社区上还是要实际的办理。课程当中增加了网络小短片，让长辈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片中的行为是真是假。同时透过游戏宾果，以轻松的方式将媒体识读的知识灵活运用，最后用有奖征答，加深长辈们对课程的印象。今天的课程就是媒体识读，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那个，因为有些商人为了他的那个利益，都播放一些假的消息。那当我们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会去停看听，然后去求证，到底呢他的播放的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我今天是第一次认识媒体识读，是感谢中家，真的让我们认识更多啊，要不然之前我们也都是只看1、2台，对啊，由于你们中家的那个宣传，我才了解今天的媒体识读。是什么？就是教我们不要让那个媒体牵着鼻子走。中家东平来讲吼，互大家安尼教一寡遮的，互老人，搁互阮志电的人一寡来参与的人，感觉讲袂歹啦。嘛真感谢因安尼吼来遮安尼宣导。讲师更手把手地教导长辈操作手机软体对抗假消息，借由这样的课程，也能帮助长辈活跃老化，走出社区。中嘉宽屏也会持续办理媒体识读课程，让假消息无所遁形。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台南市大成国中参加国教署111年健康饮食小组报活动。2位9年级的学生黄彦君甲林佑成，以大成广播电台上主报家团饮食有我做起参赛，因为台风真稳，加上内容丰富，得到全国国中组第1名的好成绩。由国教署主办111年饮食教育创意竞赛健康饮食小组报的活动，担起南瓜国中甲国小中高年级第1名的好成绩。国中的部分由着大成国中9年级的学生黄彦君甲林佑成2位同学来联手，伫个有限的时间准备下，得到国中组全国第1名好成绩。我们是大成广播电台，我是主播林佑成，我是主播黄彦君。各位小朋友好，又到了我们每日一词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语词呢？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就是蔬食日。蔬食日是什么东东啊？蔬食日就是不吃肉的日子啊！不吃肉是要吃什么啦？可以吃蔬菜水果鱼肉还有豆类制品，就是蔬食餐这次拿到冠军很开心，但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赛前大概才1个月才接收到有这样的比赛讯息，但我们就赶快趁下课或者是中午的时间，赶快就是到我们的营养师那边，或者是午餐厨房去询问那些厨工妈妈我们关于蔬食日的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才查到说台南有举办厨艺竞赛，而且今年的主题是刚好跟我们想要播报给大家知道的主题是一样的。之后我也想让我们班的同学知道说，蔬食日其实吃菜是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帮助的。这样是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就有一起去比那个小小解说员，所以我们默契其实是还不错的。这次写这个稿就是也写得很顺。2位同学以着平时的营养午餐，市府推广蔬食日，甲台南上青校园乐活蔬食等活动，以着学校大成广播电台双主报来推广家团饮食，由我来做起，借此行销台南校园午餐家团健康饮食。经过第1阶段送件进入全国前7名的决赛，最后得到国中组第1名。这次比赛里面，我很赞叹。他们这2位同学哈，他们以最短的时间把文稿重新修改成
他们的语言，包括连台南市100年开始实施蔬食日的部分都放在里面，以及台南市对蔬食的比赛每年都有在做，他都把文稿找出来就融入里面。那在过程里面呢，除了学生他很优秀的把它表现出来，以及呢他们利用下课，他们仅下课10分钟就练习而已，他们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那我们后来又发现说，其实如果这样太简单了，应该背后有个 PPT， 所以是我们嘉颖组长就是活动组组长，他就把它做一个 PPT， 而且是很生动的 PPT， 配合整个里面的一个内容。主办单位这届竞赛邀请营养、食安和媒体领域的专家教授来担任评审，总共选出各组的前3名和佳作，和现场的选手充满十足的临场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洋基金会以自由文理做主题，举办全国巡回展览，除了用艺术的角度来描写台南洋的生命历程，让大家更加认识伊的牺牲以外，各时期的代表性言论书刊，也就是当年的禁册，嘛一本一本呈现伫大家面头前。礼拜发生的40周年，当时为了加速历史真相的公开，台南洋甲济民主前辈伫全国展开游行甲宣讲的第一站，就是伫台南。所以当台南洋基金会要以自由文理为主题全国巡回展览，嘛先选伫台南的唐德庄纪念公园来举办开幕式。会中阿姊用音乐的表演，让大家回忆民主的奋斗历程。开幕式当中，包括市长韦铁、前教育部长杜正成等贵宾嘛拢到场。特别民主前辈黄兆凯等人更献身见证戒严的历史。就甲我讲，你是要哪袂使游行呢？我讲，我要来遮做礼拜，阮的家私队啊，安尼行过来，差不多300公尺，好啊吼，安尼，伊讲好。对我出发的时，伊对伫我边啊。这样是为了言论自由来牺牲，所以咱这本国家还会定，伊牺牲的日叫做言论自由日，你有无共角度，拢会使按照你的迄个观点去，这做真正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伊是多面性的。这摆展览除了陈列台南洋创办的《自由时代周刊》，也有各时期代表性的言论册刊，参像民主墙同款，嘛等于是将戒严时期被停刊的禁册一摆呈现。把艺术作品跟文物去做一个结合，然后透过展览的手法，然后让大家可以，不管是长一辈的或者是年轻一代的，都可以从这个展览去找到他们有共鸣的事件。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展览展出很多郑南榕比较私人一点的文件，比如说他的日记、求职履历等等，然后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看见，除了4月7号自焚那一天之外，更平凡人或者是更身为台湾人的一面。当然，对着台南洋被迫牺牲的原因，各界理解到现在也有真大落差，所以借着举办全国7县市巡回展览，嘛希望大众会当加入展览，更加认识台南洋。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前基美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台南文化奖得主潘元哲，时常讲上水的风景是人生。伊长期推动儿童美术教育，甲台南重要文物的保存工作。为了缅怀伊一生对文化艺术的奉献，市府文化局特别伫台南文化中心举办迄时的温度潘元哲人生风景特展，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潘元哲老师是一位温暖长者，毕业伫台南师范学校后，便将人生上精华25档奉献予台南市创学校美术教育，成为推动特殊艺术教育先行者，并致力伫咧藏书票创造甲推广。对着咱市文化资产保存，更是不遗余力。尤其潘老师对着后辈提拔嘛真努力，对着艺术收藏嘛真关注，塑造了前辈风范，为后世立下典型。为了怀念潘老师，文化局特别举办迄时的温度潘元哲人生风景特展。做伙来回顾潘老师一生对着艺术的奉献。
潘老师他自己本身除了是版画艺术家之外，对台南市的整个文化资产文献的一个保存，其实他是不遗余力哈。他觉得这一座城市很重要的文化资产都应该被保留下来。然后他只要发现了很多重要的一些文化资产，好像即将被破坏，或是有人想要意图想要收，他就会极力去奔走，然后让这样的东西被保存下来。我想在当时文化资产保护的观念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辛苦。但是潘老师觉得这是这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也好，资产也好，这些都应该被完整保留下来。展出的作品涵盖潘老师各时期创作，有水彩、水印、木刻、长书票，甚至连趣味表情的字画上也有展出。这互潘元石老师的查某囝潘清玲教授非常感谢市府文化局办展的用心。父亲这辈子最爱的就是台南这个城市，不管他的创作或他在艺术行政上面他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他都是真心的为这个城市在付出。那他离开之后，那因为我就开始着手整理他的一些创作作品，然后借着这一次展览，我也找出很多我们之前不知道他曾经有这样子的作品的画作来这里展览。例如他有一系列的自画像，这是他第一次自画像的公开，那之前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作品。那再次感谢这次文化中心黄市长、叶副市长他们的帮忙，然后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再把我爸爸在对这个台南的热爱，能够再重新梳理一次。迄时的温度，潘元石的人生风景特展，由即摆开始一直展到3月19号为止。文化局欢迎喜爱艺术创作，以及想要认识潘老师作品的朋友，会当伫展期内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来看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一般的民众拢是看到舞团正式的演出，可能有一寡人的好奇，舞团伫个平常时是安怎编舞、安怎练习的呢？稻草人舞团现主时就要举办一系列的体验工作坊，透过座谈会甲影像的展览，带领大家来了解舞团创作甲排练的过程。舞者用优美的舞蹈加上高难度的动作，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这是稻草人舞团所创作的作品。好，稻草人现代舞蹈团呢，其实是在1989年就成立了。我在台南呢，其实我们在台南生根很久。我1998年接手舞团到现在，然后一直从事现代舞的创作表演。那我们稻草人很喜欢观察社会现象，然后透过社会的这不同的面向，然后用舞蹈的方式呈现出来。演出的空间是舞团全新的排练场地，因除了伫遮创作排练新作品，更发起一项分享计划，以舞团经典的作品作为主题，透过座谈、影像，甚至是开放体验，让民众知影舞蹈是在做啥物。因为很多人对舞蹈，尤其是现代舞，都有那种莫名的那种恐惧或陌生感，就觉得好像看不懂啊，然后很艰涩啊。那我希望透过这个空间，那我们因为搬到这里来，然后那个空间因为很大，所以我们想要利用这个资源，让民众来，然后不用一定要去到那个艺术文化殿堂这么，先从这里来，先大家在这里习惯看舞蹈，习惯去享受舞蹈。之后，慢慢的，只要我们有兴趣，大家就可以去往更不同的空间去看表演。同时，舞团也增加展览空间，将舞蹈艺术透过展览来呈现。为今仔日开始，每礼拜六舞团会有一系列活动，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由麻豆农会结合在地青农所推动的麻豆柚仔花季。3月12號用音樂園遊會甲親子同樂的形式，邀請民眾去柚仔園野餐、聽音樂、享受柚仔花的香味，而且還有駕駛掛草機的體驗，非常的特別。今年春天，台南麻豆柚花陸續盛開，目前在農園當中已經會當闻到柚花芳開，來當行出戶外來一轉野餐休閒，一定做情調。
今年摆脱疫情的束缚，麻豆农会结合在地青农，3月12号特别来举办柚花季，让大家来体验柚香、听音乐，感受台南文旦产业文化的潜力。其中委托嘛特别高中为活动宣传，甲民众做伙分享麻豆的热情。同时试食特别的柚花餐点，希望将文旦产业链做了更较好。麻豆柚花节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哈，因为大家看到柚花实在真的很香，那能够把文旦节的这个时间更拉得更长，从柚花开始一直到文旦一直到文旦的这个制品，所以说我想说有效的让不管是农民或是消费者或是麻豆都得到加持，因为大家来不管是参加路跑，或是经过柚花园，或是这个来在柚子树下徜徉在柚子树下之间，然后吃着文旦，然后喝着柚香咖啡，然后这个看着文旦的制品，它都非常适合，所以欢迎大家来到麻豆柚花节。曾经因为疫情停办的麻豆柚花季，今年分做3大主题，嘛锁定亲子两当同乐活动，让大家进一步认识文旦产业。那我们在园区里面除了有这文旦产业导览，还有蜂蜜生态导览，还有割草车驾训班，像拄咱市长独眼农安尼开的，市长会晓开，咱来发一个驾照给伊。然后来，咱还有农业知识9宫格，就是什么是益虫，什么是害虫，囡仔去认识。食农家说，这是亲子的活动。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有很有名的咱的迄个福尔摩沙之音的铜锣音乐会，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麦谈过铜锣，它那个很厉害，节铜锣就散布在园区的每一个地方，伊就安尼敲响出咱的乐器来。麻豆柚花季除了分享文旦产业，其中由新农林所推动的工业募款，已经迈入第8档，要让活动除了丰富，更加添爱心。今日新闻本集采访报道。根据国外男性医学会相关研究，睾固酮低下，在男性的性行率大约5%到20%。除了靠药物来治疗以外，基美医学中心嘛结合营养科，教导民众认识男性更年期，同时针对睾固醇低下，用食食来做补充。睾固酮是人体分泌重要的荷尔蒙，会随着年纪、日常的生活有关系。基美医学中心毕业外科医师谢坤林表示，睾固酮低下就亲像是男性的健康核心，伊甲真侪慢性病，包括代谢症候群、三高、肥胖，甚至困眠障碍拢有影响。因此，基美医学中心对2023年甲营养科来合作，将适合男性更年期的病人转到营养科做相关的卫教。教导睾固酮低下的病人如何补充饮食。所谓男性更年期，就是这个睾固酮低下的话，基本上他常见的一些症状，可能就是会觉得体力比较变差。那有些人会觉得他肌耐力也会开始下降。那有些人如果像工作职场的表现，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会觉得工作怎么好像现在那个专注力越来越差，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起伏，比较容易低落啊，或比较容易生气，对周遭的人。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是周遭人发现之后才带过来就诊这样子。那也有人会觉得对于那个生活闷闷不乐啊。比较没有兴趣这样。那另外的话，其实在性功能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性欲下降或者是勃起方面的一些状况。对，然后所以这些统合来讲，基本上它都不是非常严重或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些都有可能后面是睾固酮低下而引起的一些表现这样子。4个营养素是对我们比较有帮助的哈，比如说像我们的维他命 D、锌，还有精氨酸跟我们的 Omega-3 脂肪酸。那 D 的话呢，它就可能存在于像我们的一些肉类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奶类啊、蛋类制品这些都有。那锌的话在海鲜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一些瓜子类啊，这些里面也都有。那再来的话，还有我们的鱼肉的部分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像青鱼啊、尾鱼啊、鲑鱼啊这些都有在里面。那吃素的话，也可以考虑像藻油啊，这些也都是含有 Omega-3 的脂肪酸。所以以上这4个营养素都是对于我们的睾固酮浓度或者说我们的精子品质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医师表示，睾固酮低下造成男性更年期是重要的一大议题，因此早期警觉、接受治疗才是重要。民众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是毋是有睾固酮低下，会用透过美国圣路易大学老化男人睾固酮低下的问卷来做自我检测，或者是到泌尿科来抽血做确定的诊断。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